各位會知嘅同學，大家好，我係 Miss Lau 啦。咁今日我想介紹嘅圖書就係《閒餘生態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嘅。咁呢本書咧就係由中文大學歷史系嘅教授潘淑華去寫嘅。咁出版社就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呢本書咧喺2021年咧就出版啦。咁結合咗跨國史啦、地域史、城市史、生態史等嘅領域啦，希望咧可以分析翻游泳呢項嘅運動項目背後嘅文化實踐啦，同埋權力體現嘅方式。呢本書咧總共有6個章節，而呢6個章節咧分別咧就有游泳嘅跨國歷史啦、城市嘅閒餘空間建構同規範啦、權力嘅關係同身份建構啦、泳衣嘅時尚同埋現代身體，咁就用咗咧楊秀瓊咧中國嘅第一位女嘅游泳員咧去作為一個案例分析嘅。而第5個章節咧就講緊爭奪海濱北大河嘅河域空間嘅民族政治問題啦。而第6個章節咧就係為革命而游泳啦，毛澤東點樣透過運動咧去宣揚政治嘅主張呢？咁咧，本書入邊咧介紹咗咧中國咧嘅傳統游泳運動咧有3項主要嘅目的嘅。第一項咧就係實用功能。當時咧南方瀕海嘅一啲居民啦，會去學習游泳啦，而且佢哋喺呢度居住就必須要擅長游水嘅。咁所以佢哋經常咧都會俾咧政府咧去徵入咗水軍入面啦去作戰嘅。而第2個主要功能咧就係娛樂嘅功能啦。宋太祖亦都咧經常會喺汴京嗰度咧去睇水軍嘅表演啦，咁睇咗28次咁多㗎，亦都會有一啲嘅龍舟競渡嘅比賽嘅。而第3個目的咧就係宗教嘅功能。每年8月份咧弄潮嘅時期啦，杭州人咧就好中意咧喺潮水度游水，去紀念咧謀士戰國時期嘅伍子胥嘅。咁究竟咧民國嘅廣州游泳場係點樣發展呢？咁潘教授就做咗一個好深刻嘅一個好深入嘅一個研究啦。咁就1842年嘅時候咧，中國同英國簽訂咗南京條約啊嘛。咁廣州就成為咗5口通商嘅其中一個口岸。當時咧英國人嚟到廣州之後咧，佢哋會喺特定嘅區域去居住嘅。並且咧，佢哋會設立咗游泳場啦，但係華人咧係冇權利去享用呢啲設施嘅。咁就去到1900年打後啦，基督教青年會即係我哋所稱嘅 YMCA 啦，就同教會嘅學校一齊去推動一啲體育嘅發展。咁並且咧，當時咧英國流行住一種思潮叫做強身派基督教，即係 Muscular Christianities。咁就希望咧年青人啦，透過運動嘅方式咧去學習到咧咩係平等啦，咩係團結啦。咁所以咧，當時咧體育就成為咗基督教傳教嘅一種渠道啊。咁然而啦，當時咧只有青年會嘅會員啦，同埋咧學校嘅學生先能夠享用到游泳場嘅設施。而去到1920年代啦，廣東嘅精武會成立咗之後咧，佢哋希望可以強身而建國啦。咁所以咧就建立咗一啲公共嘅游泳池設施啦，包括咗東山同埋西郊公共泳池。咁但係咧，民國嘅廣州游泳池咧，亦都面對咗一啲風波㗎。例如1934年啦，粵華入邊咧講到話，哇近年咧世風日下，道德淪亡喎，社會人士成精欲有一途啊，對道德之束縛無日不欲解脫喎。而一般嘅妓婦伶人咯，更加係尤為猖獗咁樣。咁當時有啲保守派嘅人士啦，例如張之英啦、陳濟棠啦，就批評咧游泳咧就成為咗一種道德淪喪嘅體現啦。而且咧，佢哋好希望能夠咧發表啲言論咧，去抗衡翻咧民國時期出現嘅呢種摩登文化㗎。咁去到34年嘅時候啦，廣州政府亦都見到呢種保守派嘅聲音出現啦，於是就推行咗男女分泳嘅政策啦。咁而且咧，蔣介石亦都喺同一年發表咗一份公告，就限制翻咧女性咧就唔可以咧去着呢啲奇裝異服㗎。咁所以社會咧有好大嘅迴響啦。一啲市民咧為表不滿啦，就去咗黃婆洞一啲咧唔係正式嘅游泳場嗰度繼續游水嘅。而呢本書咧最令我深刻嘅係咧最後一章啦，第6章亦都有介紹到毛澤東呢位政治人物點樣去透過游泳嘅方式去宣傳革命咧。彭教授就講到啦，毛澤東咧曾經喺長江嗰度咧游水咧18次㗎。
咁嗰個年份咧就係1956年去到1966年啦，10年之間喎。咁游泳就成為咗佢咧鼓動人心咧嘅一種方法嘅。咁喺書中亦都引述到《人民日報》嘅社論啦，入邊咧就講到話，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一切革命者、一切嘅革命青年都應該經風雨見世面。我哋學游水咧，唔係學好咗再落水嘅，而喺游泳之中學習點樣游水。因為游水嘅時候，我哋會遇到阻力噶嘛，唔係話咁順暢噶嘛。咁所以咧，革命同樣係咁樣，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情啊！如果要令到革命咧勝利取得成功嘅話咧，就要戰勝呢啲阻力，去克服一切嘅困難嘅。咁所以咧，我哋通過咗呢篇社論，又會知道咧，原來當時咧游泳就成為咗一種決心嘅象徵啦，一種政治嘅一種符號。咁而且咧，彭教授喺分析嘅時候，亦都指出咗啦，游泳咧成為咗毛澤東去推動個人崇拜嘅一個例子啦。例如咧，喺1956年嘅時候咧，毛澤東咧就喺長江游泳，但喺佢游泳之前咧，亦都發表過2次重要講話嘅。咁例如咧，就有講到啦，百花齊放啦，百家爭鳴啦等等嘅。咁當時咧，湖北省咧嘅書記啦，黃任松啊，亦都有描述到咧當時毛澤東游水嘅時候嘅一啲盛況啊，就話咧長江兩岸咧有幾萬嘅群眾咧喺度睇住主席游水啊，並歡呼咧毛主席萬歲之聲不斷喎。而且佢哋會咧喺度咧就即係毛主席就會喺個船上面啊頻頻向啲群眾咧招手示意嘅，咁啲人就喺度高呼人民萬歲咁樣。咁所以咧，游水咧，亦都可以見到咧，係一種團結當時國人嘅一種方法啦。咁唐小和啦，就1971年嘅時候就繪畫咗一幅嘅圖畫，叫做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當時中國啦，即係喺面對咗文化大革命之後啦，或者係正值文化大革命嘅時期啦，的確咧係好唔容易嘅。咁所以咧，即使面對住好多唔同嘅政治嘅起伏跌宕啦，亦都希望能夠通過游泳嘅方式啦，去表達住對國家命途嘅嗰種聯繫。咁睇完呢本圖書之後啦，咁我有以下嘅啲反思啦。我認為呢本書係好有深度嘅，因為可以幫助我哋了解到游泳咧係中國近代嘅變遷啦，同埋佢嘅角度好獨特啦，令到我哋可以咧了解到中國嘅地域特色啦，例如廣東地區嘅游泳發展係點樣呢？上海地區係點樣呢？香港係點樣呢？亦都可以知道咧，民國時期推行嘅一啲措施啦，社會嘅風氣點樣變化啦，同埋基督教嘅傳教模式嘅。咁而且咧，令我最有即係思考嘅地方咧，就係運動咧，原來都會喺政治嘅舞台上面咧，經常去出現嘅喎，已經超越咗佢本身嘅意義啦。甚至去到近年嘅時候咧，運動咧都成為咗咧唔同國家咧嘅一種外交嘅手段啦。途徑啦，咁例如中國啦，亦都有呢個乒乓外交啦，乃至於咧08年嘅時候啦，北京舉辦奧運啊嘛，亦都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作為當時嘅口號啦，希望能夠用運動嘅方式咧去即係團結啦，唔同種族啦，唔同階級嘅人啦。咁我都希望咧，未來咧運動可以咧變得越嚟越普及啦，亦都希望同學能夠咧踴躍咁參與唔同嘅運動項目啦。以運動嘅方式去強身健體，並且從中係得到快樂嘅。咁我嘅分享去到呢度先啦。咁如果同學有興趣嘅話，可以去圖書館啦，或者喺網上嘅途徑啦，去借閲呢本圖書去閱讀嘅。